中文學術寫作第一講：中文數據庫嘅陷阱。現時四庫傳輸數據庫同埋中國基本古籍庫檢查 copy 都非常容易方便，但係引用嘅時候一定要拎可以信靠嘅標點本、校注本或者原書做核對，並作為引用嘅依據。如果同學將電子檢索版嘅古籍照單全收，就會好容易出錯。學者李宇文發現，電子檢索版四庫傳輸有四大問題。第一，書入邊嘅表格內容通常係唔會收錄。第二，有唔少打錯字嘅地方。第三，製作者唔識得意睇字。而第四就係會出現被位置嘅問題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睇下中國基本古籍庫嘅錯誤例子。第一個例子係元代文人歇繫司寫嘅《廬陵縣城馮君修造記》。如果你拎中國基本古籍庫入邊嘅版本去同歇繫司全集入邊嘅《廬陵縣城馮君修造記》比對，就會發現有錯。我哋可以睇到中國基本古籍庫《廬陵縣城馮君修造記》入邊，唔單止繁簡體字混雜、文字錯誤，甚至連標題都擺錯位置，將記字向下移，當咗做成篇文章嘅開頭。而其他電子檢索版本都有類似嘅問題，真係四圍都係陷阱啊！跟住我哋就睇埋第二個中國基本古籍庫錯誤嘅例子。呢段文字出自《蒲江縣志》卷6《神醫國手》一段，喺呢短短5行入邊就已經出現咗3處嘅認字問題，例如古今醫統同埋大觀。如果同學使用嘅時候一時唔為意，冇再做更加多嘅考證，就會好容易搞出笑話。